獅子和老鼠。一天，一隻老鼠在叢林裏迷路了。哎呀，我在哪兒？我迷路了！它喊道。小老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該怎麼辦？它又累又餓。就在那時，老鼠看到草叢裏有堆黃色的東西。太好了！它跑向那堆黃色的東西，咬了落下去。老鼠沒有意識到，那是一頭大獅子的尾巴。誰敢咬我的尾巴？獅子咆哮道。老鼠大吃了一驚，它嚇得渾身發抖。哎呀，陛下，真對不起，請饒恕我吧。你不過是一隻小老鼠，獅子說。你居然敢咬我的尾巴？獅子張開它的嘴巴，想把老鼠吃掉。等一下，請等一下，我太小了，不值得吃。老鼠喊道。請放我走吧，我保證總有一天會報答你的。什麼？獅子大笑。你這麼小的一隻老鼠，怎麼可能報答我？哈哈，我是叢林之王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。但是既然你逗我笑了，我就放你走吧。多麼可笑的老鼠啊！啊，謝謝你，但是總有一天我會報答你的。老鼠在獅子改主意之前飛快地逃走了。幾天後，老鼠聽到一陣可怕的咆哮。哎呀，那是什麼聲音？可能是獅子遇到麻煩了。好奇的老鼠飛快地跑了過去。老鼠發現獅子被困在了堅硬的網裏。獅子看起來很悲傷，它需要幫助。到了我報答它的時候了。老鼠飛快地跑向獅子。陛下，不用擔心，我來幫助你。哦，又是你，但是你怎麼能幫助我呢？獅子問。你太小了，幫不了我的。你會知道的，我會咬穿網，這樣你就可以逃跑了。老鼠咬啊咬，終於獅子從老鼠咬的洞裏爬了出來。謝謝你，老鼠，獅子說，你信守了你的諾言，救了我的性命。我以後再也不會根據個頭大小來判斷別人了。